学家蜀葵花赞不赞？赞。2025客家蜀葵花文化节将伫咧3月15正式登场。现场除了有各式蜀葵花盛开，公所今年也特别伫周边种了火焰鸡冠花、鼠尾草、红梨、油菜花、万寿菊等等花草。美丽花海不只吸引人，就连芳甲蝴蝶嘛知影这是采蜜好所在，充满生机的景色，抚慰旅客心灵。因此，客家蜀葵花文化节每一届举办，拢是吸引满满的参观人潮。蜀葵花文化节今年已经迈入第12年了每年呢都吸引超过10万人人次的民众来参观了今年呢跟往年同样是蜀葵花，但是我们周边的花草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我们前面的火焰鸡冠还有鼠尾草我们这个造型呢这个形式呢有做一些改变，除了那个火焰鸡冠还有那个鼠尾草呢我们这边还要增加红梨啦百日草油菜就是都呈现不同的那个风貌了为了让整个园区更加有站处，公所特别伫园区内装置了 LED 灯，让夜间有无同的视觉效果。同时嘛，布置在地主题，庄明宪老师设计花灯艺术彩凤腾飞，并借点文博会航仔鸟等大型装置艺术进驻。区长张明宝表示，蜀葵花文化节今年迈入第12档，已经成功拍响客家成为蜀葵花的故乡。蜀葵花伫春节进前生长状况良好，原本有计花期会当伫28年假进行开幕，但年后因为天气较寒，造成花期延后，也因此将蜀葵花文化节延后到3月15来举办。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